看过政治新闻来关心网友无奈心声，山高大军亲门大户，和网友心血拢总乌有去。宜兰头城有农场最近和这山高大军的侵入，本来拍算呢后礼拜对当版的桃啊拢分食了了。这农场的主人真感叹，讲明明为电网啊嘛是无效，只好拜托县政府斗相共。县政府是回应讲，原则上无建议捕杀，若是情形较严重话，会当通知相关的单位去甲抓。无一只高山啊，走出来车路顶，上过来上过去，所了解一只、两只、三只高山内先锋部队小刷出现。一支高山内军队目标向宜兰头城镇的农场进攻。啊，真正食甲剩籽那尔咧。本地桃啊拢够分啊，搁一礼拜就要收成，也毋过即摆做好高山啊偷食了了，好规支龙的心火拢乌有去。这边先盘旋，盘旋完之后就从这边爬上去。啊，这边有电网哦，他很聪明哦。他从那边高度比较低的地方跳上去。心火放水流，农场主人一个损失5丛的桃仔树，每一丛树会当收成40斤，以每一斤市价50块来算，估计损失要上万。是讲这个状况也毋是第一摆发生，这顶高山啊，抓人偷食桃仔，赶人偷食柑仔，食甲规头卡全紫。面对日军，虽然已经掌握证据，毋过有冤家歹抓，搁来当重新讨论作战的策略。基本上讲高度要增加，你高度太低了，伊就跳过去啊。加强防护措施，卡袂在高山啊，搁走来偷食规子，也向相关单位发话，请引导3工。不建议捕杀。那如果真的有比较严重危害的区域，其实农民也可以来跟我们县政府这边做告知，那我们会派人前往做猎捕，做围捕。全部离开！你们这些猴子，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过去农民面对高山的入侵是保守进展，就是无希望家己的辛苦种植拢乌有去。虽然高害严重，也毋过人甲高山啊拢要讨食，要安怎处理平衡？相关单位嘛爱好好想一下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